新团歌戏甲团第2024台湾戏剧艺术节推出歌戏两性汇集，以传统歌戏结合德国经典悲剧改编出来剧本。台湾的歌戏加入这西方的剧本元素，唔但演员有全新的挑战，这舞台布景道具也会让观众感觉讲有看新戏出的感受。不能先离开就是，你别过来，你千万唔通伤害你自己。 女主角选牛甲男主角亲王悲惨的爱情故事，这是2024台湾戏剧艺术节的红底戏《良性花劫》。这出戏结合1772年德国的出名悲剧《伊米利亚·加洛蒂》的元素改编，和歌戏有全新的模样。亲像东方甲西方戏剧情绪表达方法无同，演员就感觉真有挑战。譬如我当下该演的迄段，其实我是介意成龙的哦，但是我因为我从小就是已经爸爸妈妈已经搞我定亲啊。 所以我已经是别人的某啊！突然进去那个情绪的时候，我就发现说不行。当然是一般的传统戏就较袂安尼啦，就是讲喜欢就就是要嫁给，对我就是要嫁给我应该要嫁给的人，他就不会有这么多情绪。咱传统的是较忠孝节义，嘿，那比较不会说为着百姓还是发声还是啥，啊，不过这就是讲，就是由百姓由遐平民去写这出戏，变做新生较末。除了演员爱挑战新的演法，舞台设计也创新，用绣花做视觉主题。舞台顶陪伴的影像拢有绣花的模样，剧本甲视觉设计也互相配合。看女主角手头摕的这支金绣针就知影。针线来以针来说，可以用衣绣的话，可是因为呢，变成它是一个很大的。 我们的传导的就是媒介，所以变成讲真需要。歌戏行到现代，这剧团拢结合新的元素，和传统戏剧有新的模样。亲像新团歌戏团结合西方的艺术，推出全新概念的歌戏，就是望吸引民众继续来看戏，和歌戏通永续传承。记者郭文林、凯台北报道。